地盤佬的自律人生第6天啊，咁咧今日就5點鐘起咗身嘅，照例啦，都係起咗身就即刻飲杯水。咁今日咧 hea 咗一陣之後咧，都上大陸啦，咁上羅湖繼續覆診啊。咁如無意外咧，覆埋今日，仲有聽日，咁唔使再嚟啦。又吊鹽水啦，消鹽，之後就返咗香港噶啦，食呢一個 super sandwich 啊，清清地又夠飽，係去咗五金鋪啊，買料整屋企嗰個洗手盆。咁呢一條片咧就有完整版嘅，咁大家得閒就去 click 落去啦。咁整好噶啦，都冇漏水噶啦，實質就。咁如果大家中意一個地盤度分享啲無聊嘢咧，就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啦。